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感觉》，我是阿明张伟民。今日是5日节吼，大家平安吼，相信大家因为疫情拢有好好踮伫厝内。有影咱嘛看到讲，全国吼3级警戒吼，即阵这个高速公路车阵吼明显减少吼，比较过去5日节吼减少到6%的这个交通量。因为安尼防疫吼，才会当有较好势啦吼。有影咱嘛看到讲，一个礼拜过去哦，咱的这个病例数吼200外例吼，这个部分吼已经连续2天吼啊过去这个200外例这个部分啊，即阵咱讲已经会当降到200例以下啦吼。咱来看到讲，这个疫情高原期已经过去，接落来就是要继续维持咱第3级的这个措施，到6月28啦吼。但是咱看到讲死亡率也是悬，目前差不多是3.45%左右啦吼。咱嘛讲到这个好的方向来去发展，但是咱嘛有一个好消息要甲观众朋友来讲啦吼。咱看到讲这个部分是5月11号，这个咱看到6月12号，甲这个中间内底差不多有1万外人来确诊，解除隔离的这个人数。差不多已经破5成了吼。另外，咱嘛看到讲吼，这个虽然咱头拄讲的这个死亡人数啦吼，会继续来明显落降吼，这个部分可能要等2礼拜至3礼拜。咱嘛看到讲过去因为确诊变重症啊，然后这个死亡案例啦吼，但是咱头拄讲的这个解除隔离人已经破5成。咱嘛爱注意到，湘北市的这个数字来讲，苗栗县这个部分吼，共款嘛咧继续来确诊率咯降低啦吼。所以咱都要好好来关心到，这个6月15就是明仔开始大规模来注疫苗啦吼。但是咱看到讲吼，这个过去注疫苗注袂煞，台北市人防质疑讲，哇，市长郭文德，你着下令吼，紧做了，紧做了，但是逼出着啥？疫苗特权这个台北市啦吼，啊，这个卫生局吼特别拨予一寡这个诊所公平性，咱过去嘛有讨论过。另外，咱就讲到，这个明仔开始大规模124万吨哦，咱讲日本送来这这个疫苗，明仔开始做疫苗配发，有一寡这个新的这个政策，咱讲热区都要加强配发10%的这个数量，当然湘北市遮东西区啦吼，其实这个湘北市的这个市长嘛有另外来要求，但是咱嘛看到讲，这个速度是毋是要拼起来咧？尤其咱看到讲。过去防质疑讲，你的这个疫苗做袂了，但是你用这个其他这个方式来去做。咱嘛讲吼，这个高雄吼疫苗，这个比台北济，有人讲哇，这就是政治内线这个交易啦吼，有虾米款的这个罪名咧？另外，咱嘛讲到，医师咧呛声，伊讲吼，基层拢是。因咧替这个台北市政府来承担吼，到底台北市安怎来做着讲全国领先的这个模范吼，卖互这个疫苗之乱继续来进行吼。透过今日节目，咱做伙来对话。先来小解节目顶所有来宾，第一位来宾请台北市医师公会常务理事洪德仁。主持人，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咱们邀请基层医疗协会副秘书长张开新。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医师。同款是咱这个基层医疗协会这个理事长林永贤。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透过连线，咱们连线伫高雄医师公会理事长王宏玉医师。医生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继续努力，谢谢。有影吼，非常感谢咱这4位医师吼，拢伫咱这个基层医疗来做服务啦吼。咱嘛讲到，即阵就是要大规模开始做预防性的部分。头拄我嘛讲过吼，这个疫苗若是真正开始做，就是这个大规模啦。咱讲吼，这个四大人一定要做好好势，做好着。咱讲啊，这个台北市也好，高雄市也好，真正疫苗拢是有够的吼，只是你安怎来去做啦吼。首先，我想要请教这个理事长吼，伫咧这个高雄遮吼，甲因的这个经验先分享吼，这个国内吼其他的县市吼，小偏旁者吼。先来请教这个理事长啦吼，高雄市咱看到讲吼，有人讲哇，高雄我着示范一届，互全国来去看，啊，因真正做了袂歹。咱讲疫苗收到遮吼，就开始咧做，但是有人讲恁偷早哦，敢真正是偷早，还是讲恁早就提早？真济啦吼，去做一寡这个准备咧，王理事长。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吼，6月7日前礼拜4吼，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第一个问题就是问讲，这75岁的人要多住，啥要甲阮通知要安怎样？按陈时中指挥官讲，恁里长会甲你通知。我想讲，这免来通知遐济人啊。结果前礼拜4的下晡。林长吼就敲着我妈妈91岁啊，问看你有要住无？我妈妈讲要问我的后生，所以前礼拜4 6月7日的下暗，林长伊就
来通知我讲你妈妈要住无，爱的注意事项吼，注意的代志，要住的注意代志来互我。我讲要住，伊大概会一张我妈妈的房卡来互我。高雄市前礼拜四，伊就拢设计好啊，这个老大人，大家就足放心，伊就知影讲我6月15中昼2点要伫公山妈祖庙边仔高中住吼，安尼大家足放心。高雄市为什么会遮紧？因为高雄市知影124万的日本的疫苗来，伊就会算算的讲高雄市差不多几支，差不多要安怎做，要安怎样，因就拢在设计啊。设计以后，卫生局和民政局配合足好，伊就改作民政系统。民幸里有几个87岁到以上的老大人，几个80岁到87岁，几个75岁到70岁，分3个阶段。所以87岁前3日住，就是6月15、16、17。80岁到87岁，剩的5日、晚5日住，剩的5日来住。过较75岁住。因为拢知影讲75岁以上的。伊分配较27%尔，所以一定爱到第2批落来。但是就是高雄市伊若会当讲较早互大家人知影，利用伊的民政局、里干事、邻里系统，一个通知，安尼所有老大人就足放心啦吼。另外伊有讲，你若伫厝里，你袂行路的啦，你长走的啦吼，你生长的，伊要来你厝里甲你住。但是可能爱换几日啦，所以这个老人足放心。我感觉讲，这个老人因为即摆疫苗无够，老人啦足放心，安尼就赢一半以上啊。所以我感觉讲高雄市的做法是袂歹啦，但是我感觉大家县市的市长拢足拍拼，是大家做法无共尔。我相信大家拢是为着国家好，为着按民众的健康好。谢谢。OK， 咱头拄看到讲高雄市超前部署真早就开始做一寡应用，知影这124万栋吼，这个日本的疫苗来到咱台湾，相信这个封检以后，咱疫苗配发了后，就当随时来去做应用吼。早都已经收到通知单，连这个黄卡吼，你要去注疫苗，爱去等的这个黄卡嘛，先分互你，买手再来好花，真正你要去做的时阵大规模。按照这个岁数，四大人，咱过去来讲吼，75岁伫个这一波，但是75岁以上的四大人也真济。高雄市准备好啊，其他县市相信嘛有啦吼，但是咱看到讲台北市现在即阵的吼批评讲哇疫苗来啊，你无准备电脑话讲哇你高雄市是内线交易哇，这真正是对高雄市真大的指控。咱先来请教这个医师公会常务理事啦吼，洪理事，咱安尼看起来，其实过去台北市伫遮。疫苗，恁要做无？即阵四大人要做啊！伊讲哇，我即阵叫恁网络去做一寡这个登记，一寡四大人伊就袂用网络嘛。但是咱嘛有看到一个发现哦，真济这个今日是自美国替因的这个四大人伫网络顶伫国外网络来去做注文，这代表什么款的这个现象？高雄市做到啊，应该会当派车去甲你接送，你安怎看咧？拄啊，咱王宏毅理事长讲落的。高雄市的经验，咱听了，其实是足钦佩。因为疫苗无够，是全国普遍性的问题。面对这个问题，县市政府伫咧实际上要安怎来把这疫苗做得好，做到上界有需要的人，这其实是爱超前部署，是爱准备的啦。是。较遗憾的就是讲，咱台北市确实伫咧。拄啊，卫生理事长讲的，人因在1号、10号，就开始咧准备啊。是。台北市是爱到11号，瓜市长才真正发现讲，叫基层的医师，叫拄啊讲的疫苗要点样紧速开始来做这个声。有足侪问题，足侪民怨啦，所以伊到11号迄暗，才正式来咱医师公会，叫咱所有台北市。即寡医学中心的院长、副院长，伫咧线上来做一个会议。咱基层委员会嘛有20几个咱的委员，包括咱应南理事长，嘛派咱周宪章常务理事
来发言。是，这最重要的，就是有经过交第一线来互相讨论，才有法度真正看到问题出在什么所在。所以基本上，我是认为讲，以前无去沟通、无去交流、无去讨论，所以大家坐踮咧办公室就做决定，这个决定会造成足大的危害。啊，若是有法度慢慢来沟通了后，慢慢来准备，我相信拄啊韦昌理事长讲的，洪毅理事长讲的，是，这个大家来做这努力了后，应该咱台湾人的实力是真紧会克服这寡问题。OK， 慢慢甲拄啊讲的有足侪的乱象，我相信慢慢来克服。有影，咱先头拄安尼比较啦吼，这个台北市也好，高雄市也好，其实拢有咧做代志，只是做方式这个部分吼有小可无共款，但是引起的这个讨论嘛是无共款吼。人准备好啊，你袂当讲哇，你就是咧来线交易。咱真正知影这个124万吨吼，这疫苗自日本入来，飞行机安尼送入来，啊伊爱做啥物定数，大家拢知影。啊一礼拜这个时间吼，大家去做一寡这个应用。啊，过去人嘛，互你真济这个预防针啦吼。啊，其实咱拢爱做好万全的这个准备啦吼。这个疫苗这个部分，咱等下个继续来去讨论。但是先带大家来看讲吼，咱即阵的这个疫情也好，也是讲吼这个死亡率也好啦吼，安怎来去看这个趋势？尤其已经小连续2天吼，降到200例以下。啊，顶礼拜咱看到讲一礼拜以来啦吼，这个疫情的这个部分吼，差不多200外吼，无超过这个300吼，是毋是？咱讲疫情真正看得到这个公平的一天吼，先做来看。所有本土的案例是185名哈，在新北哈98例哈，台北是42例哈，基隆14，桃园10例，苗栗7例哈，花莲4例，彰化、新竹各3例哈，宜兰2例，台中市、云林各1例哈。那死亡的是有15位。好，死亡的有15位。整个确诊的病例看起来这几天是比较平稳，也不要松懈了哈，这一定要大家一起把它撑住才行哈。好，在7月1号，没有接种疫苗或接种1剂疫苗未达2周者，那就要采7天的居家检疫，那结束日的时候 PCR 的检验。然后再加7天的加强版的自主健康管理，那第14天要做抗原快筛。好，那如果是接种1剂疫苗且满2周，尚未具有完整的疫苗保护力，是5天的居家检疫版，结束日 PCR 的检验。那9天的加强版自主健康管理，那9天、14天都需要做抗原快筛。是咱看到今仔这个确诊的这个部分，差不多是185例啦吼。咱看到讲小连续已经2天来到200例以下，咱来记一个数字吼，这个6月14这一天155例啦吼，另外咱看到讲新北市伫遮是98例，台北市是42例。一个月前5月16日的这个数字，确诊的这个病例数嘛是这个206例，新北市伫遮是97例，台北市是这个89例。如果随着咱继续维持自这个5月28还是讲进前，咱看到讲新北市3级警戒开始，全国3级警戒开始，真正会当看到这一天，就是讲这个可能数字会当降到100以下，甚至是咱讲个位数的这个部分啊。虽然讲咱讲清零的这个部分无解啥物有可能但是咱啊看到这个数字继续维持这个警戒，真正这个好好看到咱台湾这个咱会当恢复到。较早过去的差不多6成就好啊啦是毋是？咱看到这一天来看这个副秘书长。好，即马看起来这数字啊，应该甲以前看国外的部分是差不多啦。拢是拄开始的时阵愈来愈侪啦。了到高原期了后，即当阵开始慢慢死亡的人会愈来愈侪。因为这病大部分拢是你得了后7天到10天左右。会较严重啦，所以迄当阵大部分就是迄当阵开始出现严重的症头，所以才会死亡。所以死亡的人爱降落来，差不多你的病人降落来，差不多1礼拜了后才有法度降落来。是。啊，即马看起来这确诊的人数是有较降啊，安尼是好代志啦。是。大概嘛会使预期了后死亡的人嘛会降落来。但是看。纽西兰也是澳洲，因拢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病例降落来了后，大家放轻松去，放轻松。
国税就复发啊，国爱封城，所以你会使看到足侪国家拢是安尼，一时间开，一时间国封起来，好，所以这问题吼，至少要等到这疫苗吼，大概做到7-8成的人了后，才有法度到较稳定的部分啦。OK， 所以了后的生活可能也无法度完全恢复以前的正常啊。有影，大部分看起来6-8成应该是会使啦。OK， 差不多这个数字之间啦吼，因为咱们讲吼，过去这个确诊的这个部分是反映咱过去可能2-3礼拜进前。就去胃着病，伊才有发病，伊才会当确诊吼。啊，其实咱嘛知影，这个确诊的这个时间，伊真正确诊，但是伊进前到这个发病时间上拢够延长落去啦吼。但是他都咱嘛讲着吼，这个死亡的这个人数，咱看到吼，差不多哦，伫咧这个6月初5的时阵，37个是上悬吼。咱讲即阵嘛，差不多已经超过400外个这个死亡啦吼。咱看到37个，安尼26例吼，28例，安尼一直降到今仔日这个15例啦吼。但是咱讲这个死亡的这个案例，可能2-3礼拜。这会当明显来去减少啦吼，但是这拢是过去咱一直咧讲的这个清火底这个概念吼，大家清清咧，但是咱继续要维持咱即阵所有的这个部分吼。咱讲吼，今仔日吼是5日节啦吼，真正咱看到车流量也好，也是讲哇，这个市场咧买。即阵台北市吼，总算嘛对着，伫咧即礼拜才开始做这个市场的这个分流啦吼。虽然有较慢，但是这一定是有个效果啦吼。所以这个死亡的这部分，咱也吼维持好势，卖吼这个病例数搁安尼清悬起哩，咱的这个死亡率2-3礼拜真正会看到较明显落降吧。无毋对啊，你确诊人数少，当然你死亡人数就少嘛。啊，这个死亡率哦，咱台湾目前是有那。算不是遮悬的哦，是。即摆有当时讲到3%去啊呢，3.45%。但是这个死亡率遮悬，嘛毋是真好的现象啦。这会当对2个因素来讲，一个就是讲，咱讲这个英国的变种的这个病毒的这个症吼，较毒啦。啊，就面传染性也较悬。啊，就面来讲，咱嘛袂当否认讲吼，目前的咱的医疗的容量吼。较少去啊，较无法度遐高啊。是。咱过去较早，你看也无几个案例，一个人若讲身躯病毒落去住伫迄负压隔离病房，迄个隔离病房，就咧住。即摆无可能啊！即摆你若毋是重症，你袂当住喺内面啊。所以你表示讲你医护人员也无用甲要死啊，病人会较济，啊一个人住入去，起码嘛2-3礼拜才出院啊。是。所以你想看觅，即摆病院嘛是无法度讲好好甲病人好好照顾啊。是。所以死亡率悬，甲这可能嘛有牵连伫的啦吼。啊，当然大家是希望讲当时咱过较好的生活啦，咱毋捌看到讲过去即讲大家遮冷清的啊。伫咧路里咧驶，也无啥人，无啥人，街仔拢也无人，啊无人咧庆祝啊，火车、公车拢无人，所以这嘛是真可怜的代志啦。但是我感觉咱即摆疫苗咧做啊吼。加减啊嘛有一点仔效果啦，虽然咱讲资料无讲介济啦吼，但是你想看觅，你若住一个人，这个人卖得，伊若卖得，伊就袂传染互几个人。所以咱住一个就有一个效果伫的。是。哦，咱毋免讲一定爱住啥物6-7成较有效果，毋是安尼讲啦。就是讲你住几个就有几个效果。是。哦，啊，咱希望讲咱尽量住，啊，赶紧甲住，啊，希望咱这病情咧愈来愈少，愈来愈稳定，啊，若无吼。毋免讲吼，疫情讲去得着病去翘伊，我看吼，迄跳楼自杀的，迄个破产自杀的，迄可能较比这死亡的人较多。是，但是咱嘛爱叫大家吼尊重生命。咱讲吼，虽然伫咧疫情咧加紧的这个时阵，咱真正心内这个吼因素吼爱加较强一丝啦吼。对啦，咱嘛是尽量啊，但是咱爱注意哦。咱吼，这个3级的迄个控制吼，爱好好做哦。OK。嘛袂使讲，因为你讲，假使讲有一天讲，中央疫情中心指挥中心讲啊，好来，咱卖3级啊，变做2级，咱嘛袂使讲哦，我毋免喙也免挂，我手免洗啊，我清菜拢无要紧啊。嘛袂遐简单哦。但是我相信，以台湾人的个性来讲吼。目前台湾对这个病真重视，不管你一个政策要服从来讲，一般台湾人真服从啦。就讲中央疫情中心讲安怎，咱就安怎做。喙炎大家拢挂，你看我足少讲伫外口看了无咧挂喙炎，除非偷偷去食薰的啦。啊，另外一件就是讲，咱疫苗你看，大家抢要做。是。
国外有当时你疫苗要做，国鼓励伊的吼，不一定爱做哦。你看美国佮讲甲乐透，吼，讲你来做，我互你抽奖，不但你还抽到几啊10万美金，佮会当得奖的。那爱国奖管赶快，咱台湾免啦。我讲你3个半暝吼开一阵，嘛有人买做啦。抢咧做啦吼。对啦，明仔载就是要做啊！你看85以上啊，一定要做啊。你看有药个拢药甲满。是啦吼，要注文的吼，真正。注文拢药甲满。是啦吼，但是咱讲吼，真正吼，这个通知也好，注文也好吼，其实咱讲吼，要有一个系统性啦吼。咱看台北市遮吼，一寡这个通知吼，一寡乱象的这个部分吼，咱嘛整理到一期新闻吼，先做回来看。日本送予台湾124万剂的 AZ 疫苗，台北市会伫51日连假了后开始做。头一批会先开放予85岁以上的老大人，甲65岁以上的原住民来做。有民众甲市议员陈前讲，伊甲厝邻85岁时代伫网络注文成功，摕到号码牌了后，收到卫生局通知的简讯。顶管写注疫苗的所在是承德区民活动中心，南港区新东街1号。详细一个查，发现住址唔对去，正确的住址应该是承德活动中心南港区东德路100号，就伫联合病院中校园区。两个地方距离差不多4公里，光是骑摩托车就要7分钟如果民众真的跑错地方特别很多是长者行动不便的长者，到时候后果真的很难以预期当地里长讲，13早起发现简讯的内容拍了唔对去，遂开始打电话通知民众，而且印书面的通知单。南港区3重里目前拢总有200个集会人符合头一批注疫苗的对象，里长是一户一户用书面来紧急通知。昨天早上10点多要发通知单的，然后因为通知的地点在3种，后来他有11点他们临时开会，区公所临时开会。1点又更正了，所以搞到下午2点才到地方出来通知单，我们才付出去。通知注疫苗的简讯地址拍了唔对去，造成民众甲里长规个是乱糟糟。市府敢若回应讲，官方网站顶悬的资料并无唔对，民众若是有疑问，会当上网来查。记者综合报道。是咱看到讲，这个疫苗这个信息登达去但是咱看到讲其实这个基层的人员，也是讲里长都要一张这通知单一张定盖起来这嘛造成着真大因的这个负担但是咱唔望讲这款的这个现象真正爱避免爱减少啦，今明仔开始就是大规模来注射的这个部分咱先来请教这个洪医师好啦咱头拄也讲到啦这个疫苗的部分、注文的这个部分真正台北市真正爱好好来去检讨啦你有啥物建议给因？尤其咱看到讲，即阵唔是疫苗拨给因无够，是等下咱看到讲，这个数字真正的讲话。基本上台北市这边 AZ 疫苗是配了差不多7万剂。顶礼拜咱市长部长指挥官伊有伫咧记者会正式宣布，75岁以上的长辈，拢用咧注了这个疫苗。是。但是后壁伊有一个小挂号，接种大概20几个%。OK。所以媒体拢该报道，75岁以上6月15就用咧注了一下。以台北市来讲，配了7万剂。是。台北市75岁以上的长辈19万人。所以这边是。这是要用抽奖，还是要用乐透？基本上。台北市就甲这个有法度注射这条线，为点要85岁，是高雄市为点要87岁，是因为安那台北市85岁以上的长辈3万多人，是，所以配7万剂，基本上这个量是有够，但是问题是，前几天听到75岁以上拢用咧做，后边它变作是讲变作85岁，这你若无充分你甲变市市民来说明的时候，伊会造成误解。第二个部分就是讲，拄我讲的迄个，无一定讲是讲咱疫苗不够就是问题。重要的就是说，你要安怎来分配，用咧公开说明会清楚，大家就用咧理解。是。然后呢，什么人用咧做了，要用什么有用注文的系统。还是讲要参与高雄市安尼，请里长、请邻长来甲做通知，然后动用。民政系统的这个物件来甲做一个通知的情况，是不是上好？你台北市，我感觉这内底佫一个危险的代志。危险代志讲，一方面佫中央通风，伊要用这个医学系统。是。
二方面台北市国感觉国担袂负，所以大家国变一套出来。是。啊尾啊，就是正式宣布讲，就是台北市这套注文的系统，才有准算。啊有准算了后，你看到内底是85岁以上，啊，搁再一个叫做涉及在台北市。了后呢，又搁有一个新闻讲，啊若长辈来这个安尼，迄个用资讯来的预约吼，无方便，用咧甲里长报名。啊，里长报名了，啊，到底是啥物小组会着？搁讲无清楚。因为一方面，台北市也唔知影后一批啥物社会批来。是。啊，第二部分来讲，遮侪无共款的系统，伊就造成困扰。譬如讲，顶礼拜中央指挥中心宣布，75岁以上就用个住。啊，啥物人用个住嘛有一个类别出来。是。迄天下暗11点左右，而咱台北市就是一个共款诊所的医生，伊就足欢喜的。伊讲甲前辈报告，我开放2点钟，伊的诊所开放2点钟，400几个人去甲伊有约，去甲注文。伊我注文的对象，大部分拢是中华航空公司相关的员工。尾啊，才知影讲哦，即边伫咧诊所要开放的注射的，是干那85岁的长辈。然后拄我讲的其他类别，拢爱去病院去注射。是。啊，这个又搁造成一个困扰，所以基本上大家拢是真正是好意啦，啊，但是要安怎讲，把这个好意内底整合，啊，然后呢，甲要宣布出去的消息，用个简单化，大家用个理解啦。是，所以我是感觉讲，这个高雄市的经验，真正咱台北市某一个程度吼，用个来小可学习这块，应该是袂歹。咱头拄讲吼，台北市因为这个网络的这个注文吼，真正介乱哈，真济时段拢袂晓用啦吼。啊，这个注文了后完成了，无法度去改啦吼。啊，另外咧，注文这诊所无法度显示时间甲地点吼。尤其吼，伫咧网络顶，咱嘛看到一张这个吼通知单啦吼。咱看到讲吼，这个透过网络的，伊互你一个号码吼。譬如讲你是这个230号，啊，就讲哇，你下晡时来做。也是讲，这个咱讲下早来去做啦吼，但是这个时间上拢无去改吼注意哦好势啦吼。下晡也是这个下早吼来去做，啊，但是咱看到高雄市只有一个时间哦，比如讲哦，你啥物地点吼，伫咧妈祖庙也好啦吼，啊10点至11点吼，伫咧这个时间。啊，避免你讲吼，佫有扩大群聚的这个现象啦吼，这可能是咱讲高雄市做较套牢的这个部分。咱继续来请教这个王理事长啦吼，这高雄市的经验吼，咱真正爱学啦吼。啊，尤其吼真侪县市嘛是做甲真好啦吼。啊，高雄市遮佫有啥物吼建议，也是讲恁已经开始咧做的，互台北市一寡建议。我甲大家报告吼，是讲公山啦吼。阮病院吼，即马病人无较侪。所以病院会当帮忙，啊，公山就是点钟住2个里，吼，啊，公山2间大间病院，一间小船，一间空军病院，就讲9点、10点小船，10点、11点空军病院，11点、12点小船轮流住，一日就甲公山住了啊，我感觉安尼是足好。啊，我实在我个人啊吼，我感觉讲台北市长足聪明，啊嘛足认真啊，啊侯友宜嘛足认真啊，卢秀燕嘛足认真。我感觉大家拢足认真啦吼，但是高雄市有寡经验吼，我要甲大家报告一下啦吼。高雄市我大先吼也毋知影，我到尾啊前礼拜定叫阮遮理事长去参加防疫会议，我较知影讲，对5月10日开始啦吼，陈市长逐日下暗8点伫卫生局的4楼吼主持防疫会议，啊，啥物人来参加呢？高雄市的4间上重要病院。高雄医学院的钟宇文院长，伊胸腔科的权威，伊嘛是咱的高端疫苗的委员会召集人。啊，佮拜托长庚的前副院长林梦志教授，伊是前胸腔医学理事长，嘛是专家。啊，佮有长庚的龚家德副院长，伊是急诊的，啊，伊专门病人去急诊，要哪样卖互伊入去病院，啊，要哪样运送病人的。义大医院蔡义成嘛是这个蔡义庭嘛是这个专家，佮有高雄荣总的院长林耀祥，伊是耳鼻喉科，伊上和洪德仁医师学长，伊上后做快筛、做采检的，啊伊也知影讲要哪样预防，医生吼，万一若讲要插管，较袂互坏着。啊，这种专家，甚至一个请一个庄宏毅教授，伊是职业病的，职业病有啥物重要呢？高雄有足移工，足侪外劳，这边管理要哪好管理？佮有
渔船的渔夫、渔工吼，高雄区有港口啊，所以5月10日开始，逐日下暗8点开会，啊，若有基层的代志，就叫阮的理事长去开会。所以昨下暗，佮拜托阮理事长，佮有副理事工会理事长，啊，昨伊嘛讲哇，多开200日啊，逐日拢无停，啊，陈市长开会时对大家拢足客气。伊拢开玩笑讲，代志拢恁咧做，我是咧甲恁，就是同和尔，恁做帮忙。啊，伊对阮大家足客气，阮大家就拼命做。啊，4间医学中心就足认真做，所以我感觉讲，伊来礼贤下士，尊重所有的工会、所有的大间病，啊，就足团结吼。啊，第二就是高雄市的卫生局吼，黄志忠局长、潘少颖检举、何卫斌。处长、疾管处的，因为什么因足有经验？这是有一个原因吼，因为高雄烟鬼吼，10几档拢做者登革热啦。哦。啊，这登革热了，一个人，我们就爱甲发现，早期发现，甲框列，啊，较紧做检体，看边啊人有画着无？啊，慢啊走来走去，所以这个登革热经验对原来对新冠肺炎的病人有帮忙啊。所以大家拢做有经验的。甚至我高雄县医师工会会址吼，我阁有一篇讲凤山卫生所做疫调的遐护理师各管师，大家拢水水啊，但是拢足巧的，伊袂互病人骗伊啊。因为啊，做疫调吼，迄病人有时啊，伊去风化场所啦，伊去跋筊啦吼，去地点啊，啊伊唔敢讲啊，唔敢讲，我着疫调不正确，我着我都框的啊。陈市长上爱讲的就是。早期发现大规模的匡列、大规模的筛检，高雄市这一冬半来，阮拢讲较61个确诊的个案，啊，阮人口数起来，这一冬半100万的人，较21个人得到，啊，这拢是这边的母亲节对台北的来，所以我是感觉讲，如果陈其迈他那个领导风格吼，大家稍微可以效法一下、参考一下，是很好啊。啊，陈其迈市长吼，伊逐日3点疫情记者会，2点伊就个盘点一次。换句话说，他每天都盘点2次高雄的疫情。是。下暗8点就讲，今日阮有啥货做了无好，明仔载要做哪货？啊，有一遍我去的时候，伊个和黄伟哲市长连线，恁台南安那？啊，恁高北方村偌济，我村偌济，万一严重爱互相支援。是。所以我感觉讲吼，团结。互相尊重，这是最重要的。安尼高雄吼，目前阮大家拢足拍拼，啊，大家嘛较放心，因为阮的病人无济啊，吼，啊，我拢希望中南部安守会调，北部愈来愈好，安台湾就会当愈来愈好。有影，咱望吼，这个疫情真正会当放缓吼，尤其咱看到讲吼，高雄吼，咱真好的这个学习的这个经验伫咧。啊，头拄咱们讲到吼，其实咱全台湾的公务人员素质拢真好，只是安怎好好来运用这个公务人员吼，来甲咱吼这个疫情守护好势。然后咱看到讲，其实咱北伫遮虽然这个疫情有分这个重灾区，但是咱讲公务人员因这表现吼实在是真好啦吼。但是你安怎去甲带领，安怎互因做一寡吼较表现的这个部分吼，尤其咱莫讲到吼，这个疫苗这个安怎去分配啦吼，咱都要好好讲到这个数字吼，其实是按照过去你咧注预防针还是注疫苗这个部分，你的速度也好，注的量也好，还是讲你到底有乌白吼去分配也无啦吼。其实咱看到讲台北市、新北市，才一定爱来去分配。搁较济吼，这个疫苗啦吼，咱看到讲，这是这个高风险区。咱讲这个加配量这个部分哦，有人讲哇，这就是台北市买手加料吼，伫遐卖料吼，你中央才要互我这个加10%啦吼。啊，另外咱看到讲吼，5%是来自这个桃园、台中，甚至吼县的这个部分有这个彰化吼，拢是中高风险的这个热区啦吼。另外咱看到讲吼，迄当阵伊这个基础的这个吼公式是讲你第一类。甲第3类啦吼，也未注射的这个6成啦吼，啊长期照护中心吼，这个部分也未吼注预防针的这个6成，但是咱会记了，迄当阵咧甲你讲第1类甲第3类会当开放注射的，敢若是重灾区上北市哦，所以安尼加起来，应该上北市第1类甲第3类，迄当阵吼第124万人拢入来进前，拢已经爱做好势，但是台北市无嘛。
所以咱才有看到讲买手这个配发上有一寡这个数量的这个争差啦吼。先来个请教副秘书长吼，安怎来去看讲这回啊？有人讲哇，我就是你啊台北市，我人口侪，我阁是重灾区呢，为什么我的这个数字竟然比高雄市较少？尾啊中央才配合你，哇，我加10%给你啦吼。这个真正是差了才有吗？还是讲真正是照这个公式来去行？一般来讲，这配法吼，应该是中央会家己统整啦吼，规个看伊注射的需要啦，来配发这疫苗啦。但是你这顶头只有写 AZ 疫苗呢，但是无写到莫德纳啦。是，实际上莫德纳配发吼，台北市嘛配发足侪啊，16700档。对，哦，这是台北市的这个部分。对，所以莫德纳家其实重灾区配合伊的是有哦，这个数字是有的哦。对，所以这16000多档拢是伫一类到3类的人伫住啦。所以你甲拄则迄 AZ 的疫苗吼加起来啊，应该是有8万多档。是，咱来看莫德纳家就好。这个高雄市伫遮吼，差不多才6800档。哦，你要安尼算，差要1万档哦。对啊。是。对，所以。其实像中央应该是无讲哦，你台北市我互你较少，啊高雄我就互你较济，是安尼大小眼啦。OK， 应该是袂啦。嘿。但是咱嘛看到讲，有人就因为这个数字用迄个 AZ 的124万档，哇，就讲哇，你真正我重灾区呢，你才互我偌济，啊，即阵搁加破这个10%互你。另外，咱头拄嘛讲到，莫德纳安尼差要1万档，继续搁请教这个吼应援医师啦吼。安怎来去看吼？真正是哦，我腰包差了哦，才有这个数字吗？我想大家关系你拢会轻分嘛，我做的代志，伊爱对伊全民交代嘛。啊，但是你搁讲，你嘛爱看讲你进前人互你的遐济，你有好好做无？有好好运用无？是。啊，有赶紧甲做了无？我感觉这是台北市，互人会讲，人安尼一直在讲你做了无好，就是咧讲到这个所在嘛。是。你若讲进前你拢做了真好势。你看进前是安怎？用啥煮袂了，甲煮甲对好心肝的迄个紧缩去。是啊。哦，你这就是你讲，你本来你就是做了无好势，所以即摆大家在批评的就是这个代志嘛。啊，当然你这疫苗安怎讲就分袂白，因为无够嘛。是啊。无够你安怎大家想讲我要较济，我要较济，啊无你就当然是有根据啦，毋是讲完全无根据。一种根据就是讲你人口偌济嘛。啊，当然人口嘛袂当讲，但是你看一到3类的人，医护人员台北市是较济无毋对，啊，但是嘛，外来说嘛毋是讲完全无，啊，这就是讲你迄个所在是毋是一个区啦吼，是毋是讲着病人较济吼，这嘛是一种分法啦吼。啊，但是我想吼，目前来讲，因为咱即摆日本荷兰人才124万尔，你124万，你安怎分吼？嘛分无够啦，是。但是你爱变做讲安怎？我今仔日若讲，假使讲分互你较少，啊后回来一批，佮互你较济，安尼嘛是一种补法啦吼。啊若无，大家要安尼轻分哦，永远就讲袂分袂白啦。我是讲，你看，这个瓜市长，我讲实，伊嘛是有伊的理由无毋对，伊的理由来讲啊，你都无够，所以我就，但是无够，你嘛当讲你得会当学白用啊，嘛毋是安尼讲啊。所以瓜市长的理由嘛足济啦。是。啊，但是。你本身就是做无好，你今日若讲做了做好，你要讲一大堆理由，大家嘛讲哦，你搞，你讲了无毋对。是。今仔日就是你做了无好，啊，你佮讲一大堆理由，啊，佮你批评别人。所以大家对你感觉观感就讲无讲介好嘛。哦，所以我想安尼啦，就讲你若做了好，大家拢无会讲。吼，啊，你若做了无好，你莫讲伤济啦。OK。莫这世界搁咧批评人。你安尼去批评人，你大家搁该攻击啊？有影啊！迄当阵搁听到这个歌市长嘛讲着，哇！我台北市剩这个2罐，20剂20档的这个声尔吼，啊，到尾去用并出来讲啊，其实在台北市也有真济这个疫苗也未注射，买手吼逼出着这个好心肝，亲像这个部分吼，差不多安尼算起来1000多档呢。哇，这数字嘛是真惊人。咱顶礼拜嘛有好好啊去做一寡这个检讨，但是咱希望吼，咱这个各县市拢爱会记哩这款的这个架势伫咧啦吼。另外，咱嘛讲到即阵疫苗欠，但是咱总是有一寡咱会当吼变通的这个方式啦吼。今日咱都搁请教这个洪律师啦吼。咱过去来讲，这个台北市的这个经验，这个一当下内底吼，差不多一罐内底当住10个人吼。但是即阵咱当吼用这个针吼去，互伊吼搁较这个
搁较济这个应用吼，差不多会当煮一罐会当煮11人，过去有讲过。啊，今仔日你讲你进差不多进数30档吼，啊34档，但是你4档退等于吼这个台北市是安那咧？因为拄有讲着吼，11号啊市长啊感觉讲交咱医界的这个交流较无够，啊伊迄下暗就真正过来工会。叫大家做伙讨论啦，是啊，应该爱该讲的一寡批评的话，嘛是拢有表达。啊了后，基本上市长是咧希望讲，啊后壁，伫咧基层的医生用咧加减帮忙一寡社区防疫的代志。是啊，大家感觉讲为了市民的健康，这个部分应该大家用咧努力。是，所以迄下暗吼，市政府卫生局迄边就甲我讲。有一寡机构吼，长辈需要注射来注射，啊，这大家了解，因为咱进行嘛报告过，是老人院内底是一个密闭空间，是，伊万一若是感染，这是足大的风险，所以11号下暗，这个任务交来互咱工会，咱马上就去召集一寡医生，还是护理师，伫咧今日下早起，以及早昏的下早到下晡，是，咱有起来阳明山顶悬有3间老人院，差不多总共800个长辈，啊，咱开始来甲注射下，吼，啊，这是差不多注射迄阵坐轮椅长辈的状况。是，当然吼，日本的经验，也是高雄市的经验，会甲咱讲 ，OK， 医生交护理师，啊，就坐移动的椅啊，吼，移动的椅啊，啊，这个长辈坐轮椅吼，免震动来个注射，啊，我感觉迄也是一个真好的方法。是，啊，但是因为这个所在伊空间是足够的，所以基本上啊，咱也尊重院方迄边的安排，吼，啊，这个咱昨昏动员6个医生，12个护理师，今日呢是5个医生，10个护理师，大家做伙来注射下。是，我才学到一个经验，因为昨下早较无经验，啊，就一档0.5cc 甲揪起来，甲注落去。是。啊，尾也发现讲，啊每一罐，伊开拢搁存一时啊。是。啊，我嘛迄阵开始嘛毋知要安怎，我万一即个甲伊保留落来。是啊。因为这是国家吼足重要的防疫的即个物件。是。我紧敲电话去卫生局，伊甲我问讲，啊你一罐是注几个人？讲我注10个人。伊讲袂使，安尼先去浪费。你啊迄内底，抽个清气。是。吼，在当。在一个人绝对无问题，绝对够个，绝对有够个。啊，你若个好啊抽，用迄1cc的较油的针吼，有人先俾我12个，佫无问题啦。所以阮今日下早起吼，即组340个人，所以开始是对卫生局该提名34罐，尾啊吼，阮行医4罐，等于30罐，照讲。一罐啊，注10个是注300个，阮总共注340个，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讲，这么珍贵的疫苗哈，咱就好啊来甲因运用啦，绝对唔通讲来路不明，啊然后呢去路也不明啦，啊走去一寡足奇怪的所在，啊我相信拄我讲的，那124万剂，咱若好啊该运用，用咧加10%呢，130多万档哦，是用咧加注12万人呢。吼，啊，若是讲美国马上要互咱呢，种种，迄注一剂就会使。啊，所以基本上咱即阵是这边扣一罐，迄边扣一罐吼，慢慢啊去补。啊，就是甲即个疫苗吼，接种的普及率尽量对即嘛，实在是个位数啦。是。啊，慢慢一直甲诱啊变到10%、20%。我相信若有一天30%吼，就应咱理事长讲的，加注一档啦。就是加一个保护咱啦，吼，啊，若有一天到5、6、10的时候，我相信，咱拄仔讲的，无论讲是确诊的病人，希望咧，还是讲咱要希望恢复较正常的生活，都有迄个可能性。有影咱讲吼，即阵吼加吼，这124万档是来自这个日本的这个疫苗，啊，甲过去咱讲有 AZ 系这个直接报咱呢，佮有这个 COVAX 系统，安尼算起来211万档吼。咱讲差不多，若是加注10%，安尼就是230多万档吼。安尼咱过去讲吼，这个疫苗咧注射9%，即阵当到10%啦吼。未来阁有这个美国甲咱斗3工疫苗之外，Johnson &注一剂啦吼。啊，相信咱这个疫苗这个普遍这个部分，真正会来提升吼。但是咱嘛毋茫讲啊，这个无论伫咧国产的这个部分，还是讲国际疫苗会当继续来进入来
台湾吼。但是咱要过来分享到这个高雄的这个经验吼，其实等下有一张图啦吼，这个王理事长会互大家来看讲。高雄伫咧大体育场嘛要办一个大规模的这个注射吼，王理事长甲咱介绍一下吼，这个高雄做的什么准备咧？高雄市吼，陈市长是有拜托讲吼，即马一支拢爱拄10个啦，啊拄10个时阵吼，万一若伫诊所处吼，诊所10个人啦较细间，容易群聚啦，所以伊是希望讲吼，即马高雄市的病院无足侪迄种确诊的病人。所以伊拢伫体育馆，啊，伫大迄个高中足侪高中的大礼堂啦吼，啊，即马就摆几排的嘛，啊，摆几排以后，明仔载开始做啦。是。昨今日拢先伫病院做小规模的，明仔载开始最大规模的做吼，啊，就是病人一排徛好，啊，医生移动一个住过一个住过一个，啊，医生一直住过，啊，病人住了啊，就当去观察的所在观察啦。安尼就会加足紧的，啊，所以高雄市是拢设计好啊。是。高雄市目前啦吼，伊是拢用大型注射站，啊，拜托病院人力在做啦吼。啊，诊所暂时拢无动啦。啊，阮即马诊所有动的是，敢若讲西药剂的。啊，即马西药剂的诊所，有的会问讲，啊，阮遮若病人200个，啊，会当做30个，还是33个？啊，阮拄啊30个。啊，剩的迄几期啊要哪样？啊，所以卫生局伫高雄市是希望讲，阮有足侪医生护士吼，4月做 AZ 的第1期，伊即摆爱做第2期啊，所以是毋是遮医生护士拢先登记起来？啊，若有剩吼，剩2个人分、3个人分，唔通较夹，就叫医生、护理师做第2针啦吼。啊，若佫无法度的时阵，是毋是你诊所在负责找75岁以上的人？啊，今日总以前做东西有哪有规定啊？75岁以上的拢有当先来报啦，若迄几期啊。但是高雄市卫生局是希望讲，遮医护人员吼，诊所的足侪拢做1期的，啊已经画8礼拜、画12礼拜啊，会来做。啊，所以高雄市的大型注射站是明仔载才要开始做啦。OK。啊。迄若大型的，伊一遍拢拄几啊千人的吼，迄就较袂讲啊，有一支车注无了安尼，拍算去啦吼，加足少啊。OK， 所以咱看到讲吼，伫咧这个诊所的这个部分吼，可能会拄到这个问题，就是讲我避免群聚感染，但是我这个人数爱控制。啊，若是吼，这个一当下做袂了的吼，一罐内底10支，啊，买手佫剩一束啊，这要哪去做吼？其实台北市这嘛是爱有经验吼。咱继续我请教这个副秘书长吼，听讲即阵恁差不多一工会当有9档呀？对，即马是这届啦，分到诊所一般来讲是9档啦。9档吼。嘿，啊9档大部分算起来差不多会使做100人左右啦。OK。一般来讲是安尼啦，伊就是开一支了后吼，大概6点钟了内底啦，一定爱甲伊做好势啦，无就会无效啦。是，吼，所以咱当然是尽量啦，吼，尽量甲这要做的人，吼，甲伊结合起来。是，吼，但是即马就是有一个问题啦，吼。台北市即马这注文的系统吼，就麻烦的，你无法度取消啦。无法度取消，因为我的家己的经验是安尼啦吼，因为即马就是大家拢有注文啊啦，是啊，阮的诊所的护士吼就开始敲电话，一个敲电话甲伊吼确定吼你啥物时阵来，因为阮有先讨论过，吼，因为爱避免讲大家吼做阵来，啊做阵来就变成群聚啊，安尼可能会有问题啦，所以爱分时段。吼，分时段的部分就是爱甲伊联络嘛，啊，但是台北市的这系统就无啊，所以只好家己来。哦，但是有一寡人就是讲啊，我想唔到去啊，啊会使帮我取消无？袂使，啊无法度。哇，吼，啊，佫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寡吼是囡仔吼替这老大人吼注文的，啊，结果伊甲阮讲啊，阮饲大人吼伫咧厝内底拢无法度叮当啊，哦，拢倒伫遐啦。是。哦啊，恁会使来甲阮做无？哦，但是即种就无法度，因为阮无这准备啦，是无法度去引导甲伊做。这应该是市政府吼一开始就爱想到这个状况啊。拄则讲
高雄这就好诶啦。一般来讲吼，民政的系统吼是上知影讲你这区吼，这里吼有啥物人啊，有啥物问题。是。所以里长、邻长吼，这是一开始你安排的时阵吼，上好的朋友。有影。你爱甲里长、邻长创好势，是，互因知影。啥物人吼会使来住，啥物人袂使来住，吼，啥物人爱安排去因兜住，是，因为毋是每一个老大人，吼，饲大人拢伫咧厝内底，也是伫咧养老院啦，是，吼，所以你爱知影有一寡是伫咧厝内底，你爱另外派人去遐甲伊住，是，嘿，才有法度甲这老大人甲伊保护掉。OK， 有影，咱看到讲其他县市。有真侪拢是派什么专车也好，派这个客灵车也好，去真侪这个无方便的士大人因兜去住，还是讲去甲载吼，载去甲这个病院也好，还是大规模注射的这个站来去住啦吼。咱看到讲真侪县市拢有这款的这个服务伫啦吼。啊，其实咱嘛要搁一届来看到讲吼。郭文德市长伊批评讲中央疫苗吼有这个内线交易吼，其实大家县市拢应该是爱做好准备才对啦吼。所以迄当阵伊讲哇，是安那高雄会伫一礼拜前就发通知，互这个吼年岁大的这个优先来去住咧。其实咱嘛看到讲指挥中心啦吼，伫咧进前就发出我看什么时阵疫苗若到，我就要开始分落去啊吼。啊，这个股市。伊用这个内线交易吼，是真严重的这个罪名吼。伊讲哦，唔知影伫咧这个政治吼场所内底内线交易吼是算什么罪名啦吼？这咱头拄嘛讨论过。另外，这个台北市的这个副市长黄珊珊伊讲啥？6月10日4点才收到 email 通知是这个7万栋吼，但是这个1点吼2万栋是这个中央专用的吼。啊，台北市干那这个5万8只啦吼，差不多扣掉。一类甲这个3类甲登记照户这个数量吼，差不多干来当供给吼，这个85岁以上的这个士大人。另外看到高雄市安怎来去回应吼，高雄市就讲吼，指挥中心早就伫咧6月初9新闻稿就知影12，我就会陆陆续续甲这个疫苗送到位后，另外透过民政系统，甲这物件拢总要甲伊注入去士大人这个手里啦吼。另外，这个台中市的市长吼罗秀燕伊嘛讲吼，真侪士大人袂晓用电脑吼，抢无啦吼，所以。台中市哇，伊嘛伫咧半个月前咧，哦，所以台中市这嘛是内线交易嘛，所以即阵吼无分男的、无分女的，拢有内线交易，敢若这个郭市长无。咱继续过来请教这个林秘书啦吼，安怎来去看咧？规个整体来回应，其实咱头拄嘛有大概厘清掉啦吼，但是一寡建议爱搁互郭市长。当然是安尼啦，大家县市拢有好甲歹的所在嘛，但是若要怨倒人做好的，安尼共批评，这嘛是无好啦吼。咱咧讲高雄的经验袂歹啦，我嘛真赞成。是。但是高雄敢若设大型的迄个接迄个注射的场所，咧注射，我嘛感觉嘛毋是讲介好啦，因为安怎讲，你设一个场所伫遐，足侪人来足远的所在，走远的所在住啊，安尼嘛毋是讲足好的代志啊。OK。啊，佮讲你安尼嘛是一个组织啊，虽然你讲场所较大，哦啊，大家可能。离较开，但是嘛是一种组织，嘛是爱排队安尼。我感觉伫诊所住什么好处？是。伫诊所住，你来住的人拢是边仔人，足方便的。啊，伫社区内啦吼。你讲会大家会做伙会互相团了，我感觉这嘛毋是一个理由啦。咱会当甲这个病人吼，你住一个去外口等。OK。还是讲你伫外口拜拜，我伫外口来住，你住外口等，你莫住这个诊所内面，咧组织。是。本来。这个自从这个疫情开始了，病人嘛无咧入去诊所咧坐在咧等咧看病无啦。是，拢伫外口等。是。外口等一个轮流你才入来嘛，对无？啊，你讲我讲台北市嘛毋是讲遐歹啦，伊讲实上无我信义区，我嘛是咧共注射。是。伊有敲电话甲这个登记的这个人甲分批，比如讲你这第一批吼，你差不多几点来这个诊所，第二批你搁差1点钟来这个诊，伊有安尼敲，但是无讲解释量，就安怎讲咧？你虽然甲伊是用迄个电话吼，安尼甲通知的，但是对我来讲，我感觉安尼还无够好，我搁一个搁敲电话甲讲，我毋知影讲这人是安怎。是啊。有一个人，我敲电话发觉伊是伊互隔离起来，伊袂使出来。是。啊，伊嘛登记伫内面啊。啊，进前我搁问讲，万一我开一罐，住到后村，要安怎？是。伊搁甲我讲啊，袂使，你袂使搁甲别人住，
本来洪医师咧甲我讲的这吼无共款，甲我讲的无共款。伊讲袂使共做，讲宁可甲虾派放我派。这是台北市的讲法咯。嘿，本来安尼讲哦，本来我气一个，我甲讲，你安尼讲吼，你这个政策是这阿丹嘛控股你的政策。我讲你用独裁想嘛，知影哪有人咧安尼做的？是。哪有这个政策是安尼做？我讲这什么政策啊？我宁可抗命，我嘛要甲助理。是啊，伊标都咧无够，搁要互伊做个拍算去安尼吼。那有这个政策后尾较改。我讲用独裁想嘛，知影的代志，搁你个你讲你弟兄讲我157才拼咧咧。我讲一个咧3岁囡仔，我想嘛袂想要讲浪费啊。有影啦。好佳才有解决，啊若无我实在是气甲要死，我讲实在。哪有这个政策？有影啦，疫苗卖拍算啦吼，尤其即阵真珍贵吼，感谢所有来宾，感谢乡亲好朋友，感谢，多谢。